在和上午伫咧东门美术馆台南头一摆绘画艺术创作展开展。展览由国际台湾绘画艺术家徐瑞芬创作绘画艺术的地区作为主题来做展出。欢迎大家伫咧1月11号到1月23号，会当到现场来亲身感受一下融合东西方工艺艺术的氛围。现场的一开始嘛，透过真国立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的主任徐建修替大家做简单的介绍。他的词汇作品已经从具象到非具象，那艺术性非常的高。那么此外呢，他的作品由于他的词汇，不同颜色的那个上色都要在窑烧，所以他的那个词汇作品窑烧的次数多达20次，也因此他所做出来的作品含有很高的远红外线的能量。如果我们看到它有一些茶杯拿来喝水，水会变很甜；喝茶会变很香；喝酒会变很浓，这功能也非常好。所以像这样的作品其实是很难得一见。所以也因此呢，我特别为这个徐瑞芬老师在东门美术馆策这个展，从1月11号到1月23号来展出。那么邀请台南地区的朋友们踊跃来参观，机会难得。东方是绘画的艺术的发源地，长期受到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互相影响，甲西方的写实甲东方的元素融合到作品当中。徐老师嘛，因为想要完成绘画艺术的传承，伫咧2013年的时阵决定回来到台湾，甲老师过去所学传承落来。透过无受限制的风格甲艺术作品融合到生活当中，表现出老师伫咧工艺艺术上的特殊风貌。我可以在瓷器上可以任意的发挥，但是呢，我可以决定它烧出来的形式吗？其实有一点点困难哈，因为窑来决定它烧出来会是怎么样子的，我没有办法去决定哈，所以有时候烧起来中间它有可能断裂了、破裂了。对，那你如果放太多的话，它在里面那个窑里面呢，它会滚，那会滚，它会串。那如果你放的太厚的颜料上去呢，它会 chip off， 就是它会破裂。所以在烧窑的过程里面，其实没有那么好容易去控制。那当你烧出来的完整的，那就是 safe 的。还有就是说，它在含金的量，还有它的纹路呢，是不是可以控制得很好？很难，很难。对，所以还在研究当中。不过，像现在展示出来的，都是我非常满意的作品。老师的作品结合进步，透过高温的窑烧方式，来让每一件作品拢充满了自然的层次感。经过高温的处理，绘画会当更加茶风味凸显出来。现场老师嘛亲自泡茶来让来宾会当亲身体会。欢迎大家伫咧展览的期间会当到东方美术馆做伙来欣赏徐老师的艺术作品。台南新闻何超邦刘品言采访报道。